提醒观众朋友，唔通为着一时的欢喜，煞来造成你一世人的伤悲。这一关署公布国内性传染病上届新的统计，其中呢，这 HIV 淋病拢是下降，不过国内梅毒疫情却是继续在增加。这当中呢，15岁到24岁少年族群，敢若去年就占超过2000例咯，也是占了多数。就关署提醒讲，3月14情人节要到啊，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的性行为。3月14这个拜六是白色情人节，是一个浪漫的日子。少年族群约会也要注意。疾管署公布国内性传染病新趋势，得到梅毒的人数是持续的增加。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在2025年艾滋病例增加879例，淋病有6000几例，病例数是比前一年降12%和16%。但是为着梅毒的病例增加9000几例，增加2%，而且搁以15岁至24岁少年族群增加上多，增加1800。梅毒这个治疗上面的困难在于说，一开始的症状虽然是在这个生殖器的部分，算是没有治疗，它可能还是症状会缓解。那缓解之后，它其实这个病原体还是会再继续全身侵犯重要的器官，像是在这个心脏啊、血管以及这个脑部。疾管署分析少年族群梅毒感染人数相关的原因，和交友软体、社群平台、亲密关系建立模式改变、无安全性行为拢有关系。另外，最近这几日天气大降温，流感病毒也是真多。伫咧顶礼拜门诊急诊人数拢总有8万多人次，增加13例流感并发重症和2例死亡。到春天的话，流感本来就会变少，但是还是会陆陆续续有重症。那到时候也没有疫苗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说是有流感的症状的话，赶快就医。疾管署指出，国内B型流感伫顶礼拜已经超过 A 型流感，而且国内流感疫苗剩6.7万剂，资源就无啊。疾管署提醒高风险族群会当把握时间去做。记者陈亚选林旭凯台北报道。